那在台湾待久了，其实你会一直觉得，其实台湾人能接受的日本料理文化，其实还是跟日本有那么一点差异性的存在。那当初从台北离开之后，回到桃园这边的话，初期只是想说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创这个摊子以来3年多了，有很多的酸甜苦辣，然后跟着从摊位从零到有一直到现在，我们也很感恩很多客人啊，然后我们房东阿姨也对我们。把一些曾经所学的一些东西能够稍微改变一下，来带到这个桃园的这个市场，来让一些在地的桃园人能够去了解说日本料理的这个冻饭拉面的部分这样子。那其实初始我们在经营的时候，其实也遇到蛮多的瓶颈跟不顺利。譬如说一开始自己的坚持，做着非常道地的日式拉面跟日式冻饭，那到桃园这个地区的时候，其实一开始大众并不是能够非常的接受，因为毕竟文化不一样。那后来就是说自己觉得说这一个部分还是得需要经历过修正与改良。其实我向往的生活就是像我接触的日本文化一样，就是我看到的日剧的深夜食堂，我觉得那种餐厅的营业方针让我还蛮感动的。那总算是一种比较有温度的一种料理店的一种小店，那其实也不会让大家去排斥说这种小店里面的一些很平凡的料理，因为我觉得这一些小店其实他们在强调的东西，其实不是说在于食物的美味度在于几分，而是他们食物在端出去之后所附加的温暖的价值。那至于其他的拉面冻饭的话，这边可能也是要跟其他喜欢日式料理的客人先做个说明，就是说我们的拉面跟冻饭不会像你们想象的日本文化里面的冻饭跟拉面一样这么的重口味，我们是有经过稍微的改良。那甚至有些口味，我自己这边也觉得说，虽然它不是到那么的道地，但是我觉得只要是东西好吃，我觉得不需要去分说是哪一国的料理。所以就是都是靠着大家就是口耳相传，然后一路一直走到现在，然后客人们也都是很好。例如说吃饭时间我们还没吃饭啊，他会说要不要吃饭啊，然后他会做个便当来给我们吃，或者是我们生日的时候啊，就可能做个猪脚面线啊，还是煮个麻油鸡也是来给我们吃，就是希望我们可以给我们一个很多这一路走来就是很多的鼓励。那我们会带着这些人的鼓励，我们会继续往前走。那希望我们可以越来越好，然后可以提供给桃园在地人一些很温暖的地方，然后一个是有温度的食堂，然后希望你们大家有空也可以来一起来坐，没有吃饭也没有关系，就跟我们聊聊天啊，就是这样。谢谢。